就伫德国福斯汽车计划甲至少3间工厂关起来了后，工会公司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裁员。日白时阵有几百个员工去甲工厂外口，讲伊是真烦恼，讲会无头路。几多百位员工伫咧德国福斯汽车集团萨克森邦沃佛斯堡工厂头前，因1个月前就听讲公司无排除要关厂裁员来省成本。不过，即马听到的缩减规模是比预期的还佫较大。Also ich und meine Kollegen, wir haben Angst um den Arbeitsplatz. 福斯已经甲工会协商几个礼拜啊，李贝佫讲需要企业定组，离到将会提出具体计划。初步了解将会至少甲3间工厂关起来，裁减几多万的职位。员工将会面临到薪水减10%，2025加2026年薪水未起。消息传出来了，福斯的股价盘超过1%。Peinlich und dreist。福斯即马拄到能源加劳动成本一直起，亚洲的竞争激烈，欧洲加中国的需求愈来愈少，尤其中国市场严重求速，一个转型电动车的速度比预期还佫较慢，一个正大压力。德国汽车工业不伫咧全世界失败前几名，福斯是欧洲上大的汽车制造商，不坚持守伫咧未大幅度裁员的界线。不过，即马这个程度也守袂掉啊！政府有责任，德国就要采取行动来振兴经济。不过，目前看起来可能连续第2季求速，总理肖斯瑞国也搁伫咧想办法，看安怎刺激经济成长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。